嗇色園主辦河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幼兒自然生態速查大賽2026比賽流程及規則。Hello， 各位小朋友，我係孫老師，我係劉老師，歡迎大家參加由嗇色園主辦河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舉辦嘅幼兒自然生態速查大賽2026。呢個係咩比賽嚟㗎？咩叫做自然生態速查大賽啊？自然生態速查大賽，即係話請小朋友喺個大自然環境度快啲辨認到啲生物出嚟。咁今次我哋嘅比賽係需要辨認12種生物㗎，當中以植物為主，不過都要辨認小動物嘅。咁點先贏到呢個比賽啊？嗱，呢個比賽呢係自己同自己比賽嘅。我哋一共分咗3個獎項。咁如果你辨認到4種或以下嘅生物呢，就會有小樹葉獎；如果你辨認到5至8種嘅生物呢，就會有毛毛蟲獎；如果你辨認到9至12種生物，就會有小蝴蝶獎㗎啦。哦，原來係咁。咁但係參加咗比賽嘅小朋友點先嚟到呢度比賽啊？哦，咁比賽嗰日呢，我係會請老師啦，同埋家長帶住小朋友嚟到嗇色園主辦河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呢一度，然之後我就會請小朋友同家長、老師一齊入課室講下比賽規則，咁就可以準備比賽㗎啦。孫老師，咁呢個比賽係真係做啲乜嘢㗎？呢個比賽呢，係請小朋友喺河觀中心嘅生態花園度揾翻12種嘅生物出嚟，而每個生物呢都有一個速查點嘅喎。例如你揾到速查點1，然後小朋友就要對下1號圖片係唔係同速查點1嘅生物一樣。如果你覺得係一樣嘅話呢，就請你寫個圓圈上去；如果你覺得唔一樣嘅話呢，就打個交叉，咁就得㗎啦。小朋友第一次嚟到生態花園，咁會唔會好危險啊？啲家長見唔到佢哋喎。哦，唔使擔心，因為比賽嘅時候，我哋會請啲哥哥姐姐陪住佢哋一齊玩㗎。而家長呢，亦都可以放心，因為呢，你哋會坐喺課室，我哋就會做直播俾大家睇㗎。哦，咁就唔使擔心啦。冇錯啦。老師啊，香港有咁多生物，小朋友點先可以認到晒比賽入面嘅生物啊？成功報名參加比賽嘅每位小朋友都會收到由我哋派發俾學校嘅生物圖卡，而呢一套圖卡呢，一共有12種生物。比賽嘅時候，你哋只需要辨認12種生物就可以㗎啦。哦，我知啦，小朋友呢，到時得閒嘅時候呢，就可以帶埋生物圖卡呢，一齊同家長去公園辨認啲生物喎。咦，我哋呢，其實呢，都會拍12條短片呢，去介紹12種生物㗎，所以大家就唔使擔心認唔到㗎啦。係啊，不過嗱，記住比賽嘅時候，因為我哋喺戶外活動進行啦，所以你哋嚟嘅時候記得帶帽啦、水啦，同埋一啲防蚊嘅用品，咁比賽前後都可以使用啦。咁大家記得做好比賽準備啦！我哋呢3月7號喺嗇色園主辦河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見啦，拜拜。